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这新的一天，咱做伙来用娱乐来唱出新的歌，咱做伙来唱全新的你。伫这新的一天，咱的上帝要赐予咱满满的稳定，新的愿望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唱全新的你。 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 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耶利米哀歌有3章23节有讲，每一个早晨拢是新的，你的心是极其关照啊！伫咱这新的一天，上帝要赐予满满的稳定，甲满满的祝福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搁来唱一摆全新的你。你说阴天。 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 耶稣能够，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他能够，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接下来，咱来唱有一天。 这首歌是我最近真爱的一条歌，就亲像歌词讲的，咱有一天，可是咱会失去勇气，咱有可能有真侪时阵，咱会想要放弃，咱会拄到真侪的挑战，甲迷茫。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咱的上帝嘛要授予予咱一个新的愿望，因为伊的旨意是关过咱所想的。
伊的稳定要伫脚对咱到一世人，咱做伙来唱。有一天，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有一天，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你若落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
漫长夜，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最后一首，咱来唱《医治我》，恳求主音乐听，咱伊伫咱的心，互咱行出大班，互咱有新的愿望。求主伊伫咱的心，互咱可会使勇行，来唱《医治我》。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医治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主啊，求你一直咱医治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请咱闭眼睛来礼拜。
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这是咱的吟圣诗40首。我心敬听主耶和华，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以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马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倒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赦免，肉体救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1篇，诗篇第1章。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无干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
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这是咱个吟圣诗194首，圣诗194首。我行迷路，耶稣近我，请坐着吟全首。同心来祈祷，听我来拜上帝，阮用感谢而乐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伫圣主日会当来亲近你、敬拜你，这福气是大的，也是阮所较无的。是阮的主，求你怜悯赦免阮的骄傲、自专、嫉妒、埋怨，做的歹，求你清去阮的心。想使阮圣神伫阮的心内帮助阮，因带阮的心思意念，拢互上帝你欢喜。主耶稣，阮有人身躯拄着病痛，求你伸你圣手来医治，心神软正的求你来扶持。主，你是阮一生的帮衬，是阮的倚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
是俄乐，请圣歌队。
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9节。耶和华叫迄人对伊讲：“你伫倒落？”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5到50节。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0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50节，敬畏伊的人，以怜悯因到代代。讲道，你在哪里？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望今仔日的圣经会当帮助兄弟姊妹。真做有福气的人，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生活的情景，今仔日圣经就是上帝对咱的一个鼓励。因为上帝对亚当，伊讲一句真重要的话，伊讲：“你好吗？你怎么样了？”今仔日的圣经的题目叫做阿埃克，就是上帝当亚当违反了伊的诫命了后，心内有惊吓不安，代表人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各种的情景。但是上帝就问亚当讲 ：“What happened？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好吗？”愿今仔日上帝话搁一摆降临伫咱的中间，对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来做回应。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念的诗歌。就是代表的祈祷，嘛就是保罗的祈祷。如果你若对圣经有识的人，你就知影，代表讲有福气的人，足足写了150篇的祈祷书。诗篇有150篇，代表的诗篇拢是用有福气这句话做开始。咱同齐搁一摆伫上帝的面前，咱为着上帝要对咱讲话。咱安静动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每一摆的礼拜日，阮来到你的圣殿，阮最重要就是要听到上帝你的声，看到上帝你的面。阮嘛会当仰望通过上帝你的圣神，将你对阮的安慰、赏赐宣告，就亲像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念的这条诗歌。永远无间断的听，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无论是伫直播、伫云端、伫今仔日圣殿内，阮的兄弟姊妹，无论阮拄着什么种的情景，天父上帝，你是一个当人拄着困难跋倒的时，你常常对人讲话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要听你对亚当所讲的话，我嘛恳求上帝你将你的话真正的意思。来讲互阮听，阮安静，亲像囝儿要听爸爸的声，求你对阮讲话，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水的一句话，你怎么了？你在哪里？伫以色列有一间圣经学院，伊最大的目的就是向全世界的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要帮助你读圣经的话，因为犹太人因的语言就是旧约的文字，全世界所读的圣经拢通过翻译，独独只有犹太人因会当原汁原味来读到旧约的希伯来语的圣经，所以因对心内有一种的自豪，因仰望会当将原汁原味上帝所讲记载伫旧约的圣经每一句话。真信实来对人讲
圣经原本的意思。今仔日咱的题目就是对这句话来。上帝对亚当讲：“啊，下克，这个字中文该翻作 Where are you？ 就是你伫什么所在。但是伊真正原本有两个意思。第一，你怎么了？所以，弟兄们，咱伫人生中间上惊就是乌云打来，有迄种措手不及，咱毋知要怎样所拄着人生的情景。病痛、亲人的离开，真侪人生中间，咱看做是一种的咒诅，是一种的伤害。人一生中间常常会有这种的情景。上帝嘛咧甲咱讲：你怎么了？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用较无的心来听上帝的话，因为圣经咧记载，当上帝讲话时，其实有的人是站得远远的，就亲像摩西伫西奈山顶来听到上帝所讲的10条诫、10句话。圣经的描写，当上帝降临伫西奈山顶，对以色列人甲摩西咧讲话的时，出来记描写讲，这群犹太人站得远远的。当因的领导者摩西咧领受上帝的话时，上帝伫礼拜中咧讲话时，有的人徛远远。迄个情景，迄个故事咧描写讲，远远徛伫即个山骹咧看摩西甲上帝讲话，即群犹太人，因看到乌云打来，上帝伫黑暗中出声讲话。这个故事的描写，就好亲像咧讲起，咱伫人生中间，真正有当时，咱就是黑暗中咧看上帝，看无上帝。只有上帝微微的声伫迄个风影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今仔日做礼拜，所有兄弟姊妹，咱无徛远远，咱甲上帝讲，我要来救援你。咱甲上帝的距离有多远？今仔日圣经咧讲你在哪里？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对犹太人来听起来，这句话真要紧。就是讲，你为什么离我那么远？因为这句话只有一个字的意思，叫做 “where”， 英语叫做“在哪里”。所以，听的姊妹，咱坐伫什么所在，咧听上帝的声。咱甲上帝的距离会影响到咱明白上帝的心意。一个基督徒甲上帝的距离，那是亲密的，你会当感受到上帝无讲话。你就会当听到伊呼吸的急促的声，也是伊心跳的声音。咱甲上帝的距离，就亲像亚当甲上帝的距离。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的耳孔听到上帝甲你讲：“我的孩子，你怎么样了？”这是教会为着咱的祈祷。教会要邀请咱做伙来伫上帝的坐伫上帝的身边。听上帝甲你讲的话，你好吗？所以，兄弟姊妹，你好吗？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花咱的心，咱甲上帝讲：上帝，我不好，我的心黑白想，我的心内跨入烦恼超凡。上帝，我不好，但是关于上帝将伊的疼甲平安。就亲像一领衫，甲咱满咧穿伫咱的身上。昨暗咱拜六的查经班所读到耶稣的批注，就是耶稣所讲：我要赏赐恁一领新的衫。新的衫毋通摕来补旧的衫，因为新的布补伫旧衫，伊真紧就将旧的布拆开去，因为迄个布的纤维质、伊的线条、伊的毛织品，新的旧的伊的生命的能力。是无共款的，有的旧的衫、旧的鞋，你毋免甲讲你是穿咧，马上就安那环保材质，就歹去。穿新的衫，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原咱安静伫上帝的面前准备心，因为上帝疼咱，所以上帝要常常亲像伊来做亚当。上帝甲伊讲：“啊，下克，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但是更加要紧一个意思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怎么了？所以，爱弟姊妹，上帝用一个真温柔的声，要甲咱讲一个真严肃的问题：你离我有多远？因为咧讲起 Where 这个意思，就是讲你甲我的距离，是安怎该徛伫远远咧看。亲爱的弟姊妹，原咱对今仔日开始，咱无做一个徛远远咧听上帝的声，徛远远咧看上帝的基督徒。原咱遮做一个真亲密、真细奶的囡仔，若看到爸爸对外面倒来，下班啊！一个囡仔看到爸爸开门的声，咔一下，伊就马上冲活去，互爸爸甲伊抱起来。所以，听弟姊妹，上帝是值得咱享受的。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将真侪今仔日咱所拄到的代志，要甲爸爸讲：爸爸，我今仔日伫学校拄到什么种的代志？爸爸，我今仔日拄到什么？就甲爸爸做伙分享，来听爸爸甲你鼓励讲：哦，你足够，你今仔日学一项新的代志。原咱伫主的面前来听这个故事。当耶稣甲上帝，当上帝甲亚当讲：你在哪里的时阵，亚当马上就有一个感觉，伊的生命甲以前无共款。现在咱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常常会互咱的生命改变。亚当马上知影讲，惨啊，伊无穿衫。这个故事真奇怪，因为亚当原本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是无需要穿衫的，伊是自然的。因为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做人的形象，所以伊带着伊个形象的时阵，一点仔都无感觉有啥物不对劲。但是当伊将伊的骹步刷出去，因为上帝甲伊讲善恶果毋通食。迄句话真简单的讲，就是你的立场爱徛伫我的命令的内底。但是亚当无照安尼做。所以离开了上帝，也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伊知影，伊开始无共款。所以这个圣经的故事咧讲起，亚当就回答上帝讲：我害怕，我不敢见你，因为我知影我是无穿衫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故事有两个意思。第一，兄弟姊妹听到上帝真温柔的声要甲你讲。我的孩子，你好吗？第二，上帝要甲咱讲，不要再站得远远的，躲在树丛、秘伫迄树林的内底，唔敢出来。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将咱心中的害怕，将咱心中对上帝的距离，咱恳求圣神帮助咱，与神相见。伫8月初，牧师甲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 "Cram Deo" 这个字，就是上帝的临在。然后人讲荣耀、荣耀、荣耀，现在、现在、现在。所以人就讲 "Cram Deo"，"Cram" 的意思就是我要看上帝的面，我要活在神的面前。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明白这项事。咱若专心活伫上帝的面前，咱的生命要全然无共款。所以咱要对旧约跳到新约，特别玛利亚伫今仔日这5句的祈祷中间的4项，真要紧做基督徒4项5项的信仰的功课。兄弟姊妹，毋是今仔日礼拜讲道结束，恁对圣经的学习就结束，毋是。你来甲上帝讲阿门。上帝，玛利亚所有的信仰的祝福，我嘛要有。伊讲对今仔日到今仔日开始，万世代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或者你愿意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嘛？原咱伫这个所在，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我。玛利亚所有的，我嘛要有。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来听圣经的话。咱首先将咱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咱来到圣殿，最重要就是拍开咱的心。当咱拍开咱的心的时阵，
咱的心中有圣神的同在。今仔日咱的接受伊祈祷的时，我相信圣神伫伊的心内，所以咧祈祷的时阵有情绪，兄弟姊妹，这个情绪是好的，因为当伊准备的祈祷文，当伊徛伫上帝甲咱的中间要祈祷的时，上帝迄个圣神的情绪，会互人带着圣哉、圣哉、圣哉的感觉。有时讲话会赞同，有时心内会有讲不出来，迄个感动的目屎。兄弟姊妹，这毋是见笑的代志，这是上帝临在的时阵对咱生命的扶持。愿咱静静来听今仔日上帝所讲互咱即句话。即句话拄则牧师甲咱解说中文的翻译讲你在哪里？伊的英文的圣经翻译讲 Where do you stand with respect to me？ 就是讲你徛伫什么种的立场来敬拜我？我减无甲你讲善恶果毋通食。圣经所讲的话就是人的思想、人的立场、人的态度。所以一句真简单的一个字，伊无经过足济的解说，但是这礼拜。我有缘接到对以色列来这个圣经学院的老师，伊写真简单一句话，伊讲这句话伫圣经的中间原文该翻作“你在哪里”，这真正意思还阁无够，真正意思是上帝咧问讲，你甲我的距离，你站在多远的地方，在跟我敬拜我。所以弟兄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人教、心教，咱就是这个所在，是专门用咱的灵，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愿咱伫今仔日写圣经的话，咱安静问咱家己讲：我敢愿意甲上帝零距离？或者你敢愿意？你敢愿意甲你的上帝是？真 close， 真亲密，没有距离的，没有隔离的，没有围墙。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去回想伫8月初咱迄个礼拜中间迄个地巴讲，我要活在神的面前，一生一世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2个祈祷。第一个。如果你今麦所拄到的生命情景是低潮，免烦恼，因为这是人类拢会拄到的问题。早拄到，晚拄到，怎样用什么种的态度来经过生命的黑暗面？2000年来，伫基督教的灵修的传统中间有3个图像，来表明人生活在低潮的中间。第一个图像就是暗夜当中的心灵。老师甲恁分享过几摆的祈祷诗篇77篇，伊讲阿萨暗暝的歌有无？我伫暗暝的中间，我的心毋经受安慰。我咧问我家己讲：上帝啊，减讲连你都无爱我嘛？人灵魂的暗暝，这是2000年来有真侪灵修的册，因能用这个做册名。咱的人生常常会亲像乌云打来。所以，个另外一个图像，就亲像伫黑暗暝要落风的时阵，风台天来的时阵，天就乌一边，然后云到的时阵，人就亲像活伫迄个未知之云。所以，伫14世纪有一个真出名的一本灵修的册，伊的册名叫做《无知的云》。人生活伫一片乌云的夜早的中间，人对家己的人生、对上帝看袂到，雾雾无明。亲像咱伫拜三的祈祷会，一礼拜咱吟迄条诗歌讲：当乌云滴滴打来，恁会记这条歌无？我的心有原知。现在你敢敢遮尔肯定伫上帝面前讲？我的一生无论怎样，当乌云临到的时阵，我的信心有原知。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咧审判咱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嘛毋是咧指责咱每一个人，
因为耶稣讲：“我来，毋是要审判世间人。”耶稣讲：“我来，是为着要互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兄弟姊妹，无论伫黑暗暝，无论是伫风台天，咱的生命若充满妖异，头前雾雾无明，亲像乌云搭伫头前。你是毋是有一个信心讲？主啊，无论怎样，你是云上的太阳。愿主甲咱讲话，互咱伫即个黑暗暝，咱厘清。因为上帝甲亚当讲话最重要，毋是要责备伊。上帝问亚当讲：“你好吗？”伊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帮助亚当明白伊人生的情景，厘清我们内心迄种的伤痛。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嘛是安尼。每一个愿意伫上帝的面前谦卑，甲上帝讲：“我有问题，上帝，我有问题。”咱会当将咱的问题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你。伫我的一生有真多我做袂来的事。”所以，伫2000年的灵修传统的内底，有真多灵修用这3个图像来成做因的册名。就是我的生命，就亲像一口，迄个高大的水井。古早的水井有当时因为地下水层慢慢下降，所以迄个水井已经无水啊，就打去。就亲像亚伯拉罕，伊挖水井的时阵，伊拄着人侵犯伊，就迦南地遐的游牧民族看袂得人的好，就是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游牧民族就来攻打亚伯拉罕，将伊的水井给吞起来。咱的生命有时，咱也静静想，咱的人生亲像高大起的水井，咱的人生就是亲像暗暝的天口，手扣掉啊！咱咧问上帝讲：上帝，你伫什么所在？人生有真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咱无法度解决。愈是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愈是信仰的开始。所以咱的前辈甲咱讲，世间人甲咱的门关起来，但是上帝为着咱开一个新的门。你捌听过这句话无？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有问题，因为我发现我的人生无共款啊。亚当知，夏娃知，你知我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寡代志，毋敢互上帝知，但是上帝逐项拢知。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我有听到你咧甲我讲，你好吗？主，我要甲你讲，我很好，谢谢你，因为你无放杀我，你的圣心甲我杀到底底。我不好，上帝，因为这几天我逃走离家出走，无甲你做伙。咱伫主的面前，咱听到上帝的声音，咱听到上帝温柔的声，互即句圣经的话来对咱讲话。你怎么了，兄弟姊妹？你在哪里？这句话其实佫会当翻做你怎么了？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听到拄则牧师甲恁分享出来记记。摩西伫西奈山顶听上帝所讲10条诫的话时，伫山骹以色列人照圣经的记载，因会记得，当摩西徛伫山顶，却是以色列人徛远远。摩西走过迄个黑暗中的云，是一片未知之云。上帝伫迄个中间开始讲话。或者咱的人生检查有真侪时阵，就亲像头前雾雾无明，黑暗直直打来。但兄弟姊妹，奉耶稣的名，为你的心祈祷讲，无得惊，因为耶稣是我的救主。愿咱伫主的面前来用这个做咱今仔日第一个祈祷。所以伫这个祈祷的中间，圣经甲咱提醒一项代志，毋通站得远远的。所以兄弟姊妹，我们与神的距离越接近，咱甲上帝的距离愈近，咱所感受到的光，甲上帝的热是哪强？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无倒撇伊的声，亲像亚当倒撇上帝的声音。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每一摆当上帝用伊的圣神对咱讲话的时，你免感觉歹势，你有情绪，
迄个情绪是圣洁的，迄个情绪会带来很多的反省。上帝无责备咱，但是上帝用伊的灵，就亲像一支手划伫咱的心头。当上帝划手伫咱的心的时，伊无讲话，咱知。兄弟姊妹，第二，上帝无要责备你，愿咱伫即个感动的中间，咱唱拄则迄条诗歌讲：望主疼痛，手牵你。这是今仔日礼拜中间教会为着咱的大祷，对拜三的祈祷会开始，咱就唱即条歌，望天顶的上帝伸伊的手来引带即间教会。愿天父上帝伸伊的手来引带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愿主划手伫你的身上，虽然乌云直直打来，但是当手划上帝的手划伫咱的心头的时，咱的信心永远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讲：我来毋是要审判，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迄个性命的意思就是灵魂的意思。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学了你。也愿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同齐搁一摆来回应。咱甲看袂到的上帝讲：主啊，我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你的距离愈来愈亲近。兄弟姊妹，这种的鼓励是实在。兄弟姊妹，你若相信，你就要经历到这个上帝伫看袂到的中间，伫乌云的中间，伊就出现伫你的生命中。主真侪咱的帮助，直到永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伫你的荣耀，伫主你的慈爱，伫主你圣经的话语顶悬，甲主你相亲近。愿我甲你的距离是零距离，对今仔日到永远。这是8月第1礼拜牧师所甲恁分享迄个题目。古早咱的灵修的属灵的长辈，因讲到，在活在神的面前。第二个 Korem Deo 的意思就是讲，我将我的心，因为迄个 core 在拉丁文就是 CORE 核心，我的心要献给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搁一摆拍开咱的心门，咱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你。拍开咱的心门，甲耶稣讲：耶稣，我将我生命的主权，将我一心思意念一切的决定，以前我靠家己决定，但对今仔日开始，是我将我的心意来交伫你的手中。第二，咱做伙来读玛利亚伊的祈祷，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所予咱真水的祈祷词。伊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用耶和华我的上帝做快乐。伊看过卑微的女婢，对打了后万世代的人，要称我最有福气的人。上帝就是迄个行权能的上帝，为我成就了大事，因为伊怜悯敬畏伊的人。兄弟姊妹，牧师无解说，其实这段话简单浅显易懂。你若愿意今仔日倒去，常常把这段圣经佮摕出来重新读。你若愿意跪咧读，就亲像玛利亚讲：我心尊主为大。真多数的基督徒毋捌跪落来读圣经，甚至嘛真少跪咧祈祷。但是兄弟姊妹，迄个效果毋是有跪甲无跪。跪的意思是代表敬畏的心，恁同意吗？就算做你心中有敬畏的心，但是你无真正骹头俯双骹跪落，你心内若有敬畏的心，伫上帝的心看嘛是安尼。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读上帝的声。今仔日的金句，甲咱讲起一丛树栽种伫溪水边，其实这是诗篇第1篇足清楚的一个图像。兄弟姊妹，咱若无水灌压，若无圣善的同在，咱的树的叶仔会打去。恁看树我迄2丛，迄2丛树是顶礼拜刷栽的，伫当炎热的热天，甲刷树啊是最没有智慧的选择。但是无法度，因为迄丛树啊密伫个壁角，香袂活，所以咱不得已，咱就甲伊刷栽。
求主怜悯，互咱无亲像即个长根了后用要死去的树啊共款。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亲像今仔日的诗的金句讲，义人要亲像发旺的樟树，因要生长伫黎巴嫩的香柏树，因要栽种伫耶和华的圣殿内，因要发旺，因要兴旺伫上帝的院内。愿天父上帝通过这段的圣经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参与礼拜的人有福气，因为咱要领受圣殿的福气，代表讲圣殿的福气。愿咱亲像树，上帝用伊的圣神甲伊的话，伫每一摆咱敬拜伊的时，上帝就咱捧伫伊的手中，上帝用伊的圣神，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甲咱管压。圣经旧约中间亚伯拉罕伊的图像是属灵的老爸，信心的爸爸。伫新约，玛利亚亲像亚伯拉罕同款。玛利亚伫2000年来的教会，常常互人看做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老母。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听这个妈妈的祈祷。妈妈的祈祷就是伊心灵的告白。一句5句话内底充满真宝贝的祝福。第一，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第二，伊讲：“我的心神因为拯救我的上帝来欢喜。”也这里愿意，你的一生是一个心满意足、有满足的喜乐的人生吗？你若愿意，你应该爱知影讲，玛利亚的祈祷嘛就是你的祈祷。第三，玛利亚知影伊家己是一个真卑微的查某囡仔啦，点，所以讲上帝看过女卑的卑微，伊用谦卑的心，伫迄个所在宣告讲：今仔日圣神对我讲话是为着要互我真侪即个逐世代将来逐个纪念有福气的查某人。所以听你姊妹原来用谦卑的心学习玛利亚，甲上帝讨。最后玛利亚安尼讲。迄个有关联的，就是指上帝。上帝为着我成就了大事，伊的名是神圣。也这你若为着你的将来来祈祷，特别是最近你为着你的人生何去何从，特别是咱的少年的青年，咱的青年拢是一群对家己的将来真认真的青年。认真拍拼的人无一定会成功，牧师毋是甲恁咒诅。恁拢同意，认真拍拼的人无拄拄拢会成功，但是上帝是成就美妙大事的上帝，也这你同意吗？愿咱将咱的一生交给上帝，亲像玛利亚，伊将伊的一生交给上帝。伊结束的祈祷要讲阿门的时，伊讲：这个上帝是一个怜悯敬畏伊的人，最重要就是敬畏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要得到智慧、聪明、策略、能力、财物，甲敬畏的心。你会记得牧师几摆常常伫礼拜中间，若讲到圣神的充满的事，我拢会读以赛亚11章第2节。敬畏上帝的人，就是上帝的灵若踮伫咱的心内，人就要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过来知识的灵。对啊，第6项就是敬畏上帝的心。愿上帝将这个圣灵的果子跟圣神的帮助放伫咱的中间。为着要帮助咱会记日安怎做咱祈祷的项目，所以牧师甲伊条列出来。伫这个所在讲，我心尊主最大。或者你敢愿意伫主的面前存谦卑的心，互主为着你的人生做决定？有真侪时阵，咱拢家己做决定。像如今仔这个圣经，这个主角亚当，伊甲伊的太太都为着家己的人生做决定。但是上帝甲伊讲，你袂使安尼事，伊家己自作主张。兄弟姊妹，尊主最大最重要，就是互上帝伫你的上帝的话，伫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做一切的标准答案。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愿圣神祝福兄弟姊妹。上帝圣神啊，甲咱三个伫地，迄个乌云就离开，因为光若来，黑暗就离开。圣神若来，人的生命
就平安喜乐。伫今仔日礼拜进前的祈祷，我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将平安的衫穿伫我兄弟姊妹的身上。今仔日每一个来做礼拜兄弟姊妹，愿上帝将一领伊所想事活命的白衫穿伫恁的身上，别人看袂到，但是上帝的天使，上帝看会到，因为迄是上帝伊家己圣神的衫，耶稣的衫穿伫咱的身上。愿咱第三项、第四项，咱伫主的面前领受伊的祝福。圣经伫旧约中间诗篇第一句话讲：有福气的人，迄个字恁捌听过？安怎读？牧师捌讲一个譬如，但话有一句话叫做阿夏囝，恁会记用？迄个礼拜无？阿夏，诗篇中间咧讲有福气的人，就是迄个字。主啊，我就是天公的囝，毋是阿夏囝，是上帝你的宝贝囝。主啊，我是你心所爱。今仔日玛利亚讲：主，愿你照你的旨意成就伫我的生命。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我心尊主为大，意思就是上帝你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你讲，我毋敢讲毋是。所以伊伫上帝面前讲：你的计划成就了我一生的大事。兄弟姊妹，恁敢捌为着你的人生的大小事问上帝？你敢捌为着你的婚姻问上帝？你敢捌为着你的婚姻、你的事业问上帝？你敢捌为着你人生的方向问上帝？世间人真够问神，为着将来的事。兄弟姊妹，咱若伫上帝面前开喙祈祷，上帝要将伊的事甲你的事讲互清楚。今仔上帝来讲，你在哪里？伊最重要的心意，就是要将人生事、大小事来讲互咱听。你愿意听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请讲。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你若肯对我讲话，就是我的荣幸，我的荣幸。主，我乃当听到你讲话，这是何等大的代志！一个卑微的人，要因为上帝讲话，伊开始甲上帝做伙行奇妙的人生的道路。第二，咱的立场就是上帝的话。当咱尊主最大的时，咱的心就要领受上帝的安慰。无论是乌云，无论是暗暝，愿主甲你三甲伫地。我的灵以神为乐，领受上帝的安慰。兄弟姊妹，放开双手，你甲上帝讲：求你看我。对今仔日开始，我无搁再坚持我心内迄个情绪，甲遐感觉。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放松我的情绪，和上帝你来帮助我，内底情绪会当有喜乐甲平安。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一个对天灵来的祝福。今仔日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人称我最有福气。这个福气这个字，就是耶稣伫山上宝训，伊伫马太福音的内底，伊咧讲起伊的讲道篇内底八福，八福的迄个福，就这个字叫做 Makarios， 这个字，这个字伫希腊语的中间，只有形容神所给的祝福，天顶来祝福。是这个世间无，独独上帝予人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过去我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懵懂，伫黑暗中，伫乌云中间，在无知的情境当中，我亲像乌云搭咧，看无头前的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是对今仔日开始，我相信，我虽然无答案。但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对不？咱拢真爱这诗歌，但这诗歌敢无变做咱心内的信念甲确信？你知道谁掌管你的将来吗？在座上帝所听这青少年，恁敢知恁的将来伫上帝手中？所以你姊妹陪你的囡仔。甲你的囡仔做伙，经历着上帝，
互上帝所赏赐的大事，伊的祝福临到咱的人生。甲主参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将我一生来交伫你的手中。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恳求你祝福头一摆伫你的教会做礼拜，阮的亲人、阮的朋友，祝你祝福每一个伫人生中间咧追求更美的将来的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求你为着因成就更美的事情。因为上帝，你有应允讲，你为着听你的人所备办的，是超出眼睛所能看见、耳朵所能听见，连心里面都想象不到迄种的丰盛。所以求你祝福阮中间，心内有忧伤、有快乐、有病痛、有死失，愿主你安慰帮助。伫今仔日的礼拜，愿你对因讲。你怎么了？愿主你将你的安慰来对因解说，互因因为你的鼓励，因重新有信心甲开力，专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来吟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吟全首。我
请坐，准备奉献。亲爱的弟姊妹，咱来用这条诗歌做咱互相的祝福，愿主会听甲咱三脚地地。咱为着伫云端中间，甲咱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咱来吟这条诗歌。耶稣听你。
咱脱离黑暗的关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我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专为着家珍姐妹来祈祷，伊所照顾的哥哥，主你带伊倒到天堂的所在。但是你伫伊最忧伤的时刻，你有将你的平安放伫你的查某囝的心内，互阮知影，当伊失去亲人的时，但是有上帝你的安慰，就亲像听到上帝的声的阿东，虽然为着家珍得到主你的保守来感谢你，虽然嘛为着阮中间，阮知影，阮毋知影，但是因生活伫心内的苦毒，因的心内受搅扰的情景，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心内，对因讲话，亲像伫树林中上帝你咧找亚当共款。愿主耶稣你将你平安的声、平安的信息，甲因讲，愿恁平安。虽然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阮的长辈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互因伫年中的年日的内底，毋是一个土气，乃是有上帝你所想事特别的平安甲喜乐。主，互阮咧讲耶稣听你的时，即种的听，就正做阮活我的气力，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主，阮虽然未堪得，但是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咱来欢迎今仔日甲咱做礼拜第一摆来，第一个是对高雄来的一个姊妹吼。是鼎金教会，应该是德堂人啦吼。咱请，毋是德堂人吗？吼，高雄人吼。伊伫鼎金教会做礼拜吼，因为甲我讲伊要来参加同学会了，所以我就想讲，若是同学会，应该是德堂的同学会吼。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做礼拜吼。搁有我要甲咱特别欢迎一个姊妹叫做佩珍吼。佩珍是黄子杰的亲人吼，请因两个拢起来，互咱因两个透早对台北吼，请坐。因两个透早对台北开车落来，是今仔日做礼拜上远的对北部落来。佩珍开车吼，咱真欢喜因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敢搁有第一摆伫咱中间来参加礼拜的兄弟，真咱做伙来祈祷吼，咱要来为着几项代志祈祷。咱首先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哦。陈华姐讲伊的名写无伫周报顶悬吼。陈华姐今日8月8号，明天生日吼，咱来请，不是8月8，8月28。生日的人来头前。来，陈勋哈，来转过来，站在阿嬷边啊，阿姨的边啊，哈，咱做伙来祈祷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阮的上帝伫生日的时，阮感谢阮出世的老爸老母，阮特别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来祈祷。愿主你的圣神化手伫因的前面，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感恩来祈祷，来祈祷。
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特别伫过来一年的中间365天，主你用你的恩典放伫因所行过因的头前的道路中，你甲因预备，你甲因祝福，互因伫一生今年的每一天的中间，拢成为一个漂亮的果实，来结出上帝你所予因生活的果实，来献予上帝。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底，互因得到圣神所享受的智慧、甲开力、能力。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你，也是爱你。黄志杰，我敢会当请恁为恁祈祷，好吗？请你甲佩珍吼，恁头一届来。这个黄志杰是咱伫云端顶悬已经一段足长的时间吼。伊对美国倒来，伊9月初伊就要倒去美国，伊特别是真疼即个伊的第3个小姑的查某囝吼，所以因小招今仔日伫咱中间来做礼拜，现在咱来祝福因吼，咱来祝福因。天顶的上帝，阮深深感谢，阮感谢你，互阮无论伫啥物所在，既然是属于你的名，阮拢成做一个大家庭。主啊，阮真欢喜。你互阮会当甲黄子杰伫云端的顶悬来熟悉，你也互阮伫主的内底互相联络，也伫主你的大家庭中间互相鼓励，彼此带导。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伊要倒去美国来恳求你，无论伊行到啥物所在，主你互亲像玛利亚，真侪属灵的老母，真侪别人的祝福。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伊手所做的工，无论是伊家己私人的事。或者是上帝你的工，拢会当得到上帝你所享受，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亲像栽种伫你园内的树，来兴旺，来结出最水的果子。主啊，恳求主你保守照顾伊伫美国的后生查某囝因的家庭，主你祝福伊。主啊，也为着头一摆来主堂教会的佩珍来求你祝福。主，伊是你的查某囝，也是黄子杰宝贝的。孙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祝福，互伊伫伊的生活中间有最耶稣你特别的疼，伫伊的人生中间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真欢喜，今仔日你互因来到伫教会，阮做伙伫你的面前来拍开阮的心，来甲你恳求，主你祝福因伫每一日到一生落尾。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很欢迎你来哈。那咱来请师傅来报告，咱来请师傅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圣光服侍，师会下礼拜是张宏仁执事、领师，陈中胜长老、苏琴、刘一鸣兄弟。书宪交代是林安路执事甲美秀执事。爱餐，请李淑晶姐妹。圣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为学子开学祈祷，带领囡仔进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将心仰望上帝。第二，咱为生日的兄弟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当按过嘅经证，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心欠安的兄弟，甲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大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祈祷，甲为升大学的来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大祷复临1日得去打牙。以上。
这是来吟上吟513首，愿讲，咱请爸爸妈妈甲因做伙哈，爸爸妈妈甲因做伙来头前。可以站到阶梯上来哈，可以站到阶梯上来。往这边站，往这边站哈。还写祷告，不好意思吗？没关系啦，我们这边都孩子都。妈妈要盖做伙无？心灵。来一起祷告。来往中间站哈。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深深感谢这个囡仔是你所赏赐每一个家庭的宝贝。主，你是赏赐因。真侪阮属灵的产业，阮为着每一个家庭因的囡仔来祈祷。自新的一个学期要开始，阮用诗篇，用以赛亚第11章第2节，圣神的充满来为因求祷。主啊，赏赐因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个知识的灵，个有敬畏上帝的灵。祝福这个囡仔伫圣神的帮助中间一生一世。真侪上帝你重用的囝儿，主愿恳求主你甲因抹油，互每一个细囝伫主你恩典的中间一生伫主你的面前来担着恩典的滋味。主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主每一个细囝，互因带有主耶稣基督保护的吸引，无论因到什么所在，黑暗的关系袂通伤害因。主求你帮助，互每一个细囝带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因所行过的所在，因会当做一个德性的青年人，伫因的品格甲因的生活顶悬，上帝你互因所拄着最搅扰甲引诱的事，因会当赢过无好遐个黑暗的关系。即成个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互因不但会当谨慎伫因家己的品格的生活，也当注意伫上帝你。伫因头前一生的计划，主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帮助中间，主啊，你互因会当甲主你来经营因你所互因的一生的年日，主互因荣耀你的名，互侪人羡慕上帝你所赏赐活命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照顾，互每一个细囝会当伫主你的恩典的中间，主啊，互因会当真做祝福别人的人，主啊。借着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即成个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即成个天父上帝，听因爸爸妈妈的代祷，主啊，将这个细囝因将来所要行的标杆，来恳求圣神，互因清楚知影因家己将来所要行的路向。阮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因。主啊，阮听到你交代阮做父母的人，你爱阮将这个阮的囝儿亲像活祭，奉献伫上帝你的手中。主，阮将这个囡仔来摆列伫你的面前，奉献予你。主啊，伊不但是阮教会的细囝，更较要紧，伊是上帝你照你家己的旨意来所赏赐予阮的。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带因行一生的道路，互因一生无离开主你的光，行伫你的义的路顶悬。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叫所圣名，阿门。加油，上帝与你们同在。等者咧吼，请签到器，加迄个妇女团契吼，迄个留步一下，5分钟的时间。
咱来吟上用的诗歌，咱来吟上用的诗歌。当心来祈祷，我将恁交伫天父上帝的圣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那个青少器姐姐，请坐这里，哎，请坐这里。我们请妇女团契哈，那个麻烦你们停。